房赖姐姐在吗？到姐姐，哦，啊，慢慢来，不要，要排毒，要排毒。好，我教你们唱一首阿美族的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去都兰小巨蛋的时候用得到。啊，阿美族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唱歌方式，就是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答唱。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那领唱者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我当领唱哦，然后你们练习让答唱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，这是领唱，答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有没有会唱的？答唱。哦，答唱很简单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好，你唱哦。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，答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哈呜啊嗨呀哦咿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很简单哦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8个字哦，里面有3个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你还是不会的话，那你就不要来小巨蛋好了，免得被出草。如果要杀你说哦嗨呀哟嗨呀，哦好，是你孩子。会唱啊，都要唱好不好？好。都要唱好不好？好。孩子都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啊呜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炸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嗨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哎呀呀那呀哦啊哦耶哦哎呀哦啊哎呀呀那呀哦啊哎呀，准备了，啊哦哎呀那呀哦哎呀。